Hello，歡迎嚟到前海金融中心印普處最核心嘅位置，樓下200米就係前海口岸，15分鐘直達香港西九龍。嗱，呢個無敵嘅景觀思維，海景、遠景、企鵝島、騰訊總部、摩天輪、城市景，樓下就係2大公園沙灘嘅，呢度就係地標，同埋呢度擁有最核心嘅地段啦，最頂級嘅圈層。咁今日呢套呢係135平方，佢係做咗2房嘅設計，雙龍抱珠嘅左右開間嘅。呢個位置係中島台，望出去都係無敵景觀。咁呢邊做咗 U 型嘅廚房啦，佢個牌子呢就係 Mila 嘅牌子嚟。咁2間房呢都係全望到海景，非常之靚嘅。你買呢度真係一種享受，同埋係買未來，買你個地段。呢度所在嘅上市公司企業都係百強以內嘅。呢度擁有最頂級嘅私人管理，24小時管家為你服務。大堂都12米高，呢啲就係豪宅嘅標配啦。咁呢間主人房做埋衣帽間啦，廁所係做埋浴缸嘅。哇，主人房呢個景真係無敵㗎，連中山、珠海、深中大橋、廣州都望得到啦，一覽無遺嘅。講緊呢套單位以前買緊30萬嘅，依家5折出售，係啦，5折出售。呢啲品質，呢啲地段，你真係買個未來嘅。有興趣聯繫我睇樓專車接送，團隊為你服務。拜拜。